讲到德站，也就是新德，这100年来有啥物款的改变呢？伫新德市立美术馆目前正在展览来自全台湾各地头22位摄影家所翕的这珍贵相片，记录台湾对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发生伫新德的点点滴滴。新德城隍庙过去真出名的严家比赛，新埔奇美庙的大猪公比赛。新德市美术馆当日展出来自全台湾22个摄影家所翕的珍贵相片，每一张拢见证一个时代。若看到过去的宗教信仰活动，买当更加了解生活历史的变迁。时光倒流就会想起那个时候那还是很年轻嘛，50年代就骑着单车到处跑，乡下跑，喜欢拍照。那竹堑呢？其实是清朝时期称这个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桃竹苗地区。所以这次所拍摄的就是说展出的作品呢，有拍摄地点是在竹堑，或是居住在竹堑，或者是出生在竹堑的就是所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的作品。展览分做2大主题，其中信仰参生活，呈现宗教信仰参生活中的历史变化；生存参环境是记录民众生存的地理环境，彰显过去的时代背景故事。19世纪后期、中后期到20年代的中后期的时候，其实时间跨度到100多年其实见证了新竹这个大新竹地区所有相关的，不管是在信仰生活或者是环境地景的方面的一些风貌的变迁非常非常难得这项摄影展览在新德市美术馆展出到明年的2月28，现场计供70件珍贵的相片，要带民众回去到过去，了解德占城的故事。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